各位主內嘅兄弟姊妹，聖詠裏邊有講，將你嘅行徑委託於上主，寄望於他，而他必使之成就。每年嘅聖誕節，我哋都會懷住感恩同埋敬畏嘅心，慶祝救主耶穌基督嘅誕生。聖誕提醒我哋，天主並非喺遙遠嘅地方，而係親自走進人類嘅歷史，進入咗我哋嘅生命。當我哋將自己嘅行徑交俾上主嘅時候，信賴佢嘅帶領，即使前路未明，但係我哋仍都能夠懷住希望繼續前行。福音記載基督降生嗰一晚，天主嘅浩光首先照耀咗白冷城嘅牧羊人，佢哋係當時社會中最邊緣、最被忽視嘅一群，但係亦都成咗最先領受喜訊嘅人。呢一幕提醒我哋，天主嘅愛唔分尊卑遠近，佢係臨於貧弱者，陪伴困苦者，並將永不止息嘅愛賜俾所有屬於佢嘅子女。聖誕嘅希望正係喺黑暗之中點燃嘅光。然而，我哋亦都清楚睇到世界依然充滿住傷痕。近年嚟，中東地區嘅戰火持續咗近咗4年嘅俄烏戰爭都未曾止息，唔少地區遭受天災同埋意外。內地京津冀地區好強嘅降雨，鄰近嘅地區嘅屋苑大火嘅事件，以及本月發生喺悉尼海灘槍擊案等等，都令好多嘅家庭承受咗失去同埋不安。喺呢啲令人心痛嘅時刻，人難免感到疲憊、軟弱，甚至失望。但係正係呢啲嘅現實之中，聖誕唔單止係節日嘅溫馨，而係一個更深嘅召喚，邀請我哋喺痛苦同埋唔確定之中，重新仰望嗰位願意與人同行嘅天主。教宗良14世喺最近一次公開接見中提醒我哋並非為欠缺而受造，而係為咗圓滿而受造。他同時指出，耶穌並非從高處回答，而係成為我哋旅途中嘅同伴。呢條道路時常都係艱辛嘅、痛苦嘅、奧秘嘅，而唯有基督先至能夠喺旅途之中賜俾我哋真正同埋持久嘅平安，使我哋喺疲憊同埋不安之中依然感到被扶持、被充實。呢份永恆嘅平安係嚟自天主慈愛嘅目光，而我哋要深信佢嘅目光從未離開過嗰啲正經歷困苦同埋辛酸嘅人。正如白冷城嘅牧羊人，嗰啲最弱小、最被忽視嘅人，但係佢係最先被天主看見、被召叫，成為傳播喜訊嘅見證者。當佢哋遇見基督，回應召叫，佢哋嘅生命充滿咗平安同埋讚美。呢啲正係聖誕所宣告嘅奧秘，天主與我們同在。回顧即將結束嘅禧年，教區仍然依循咁既定嘅牧民方向，喺唔同嘅層面努力活出呢份嘅希望。我哋深知希望唔係淨係口號，而係需要喺日常嘅生活之中一點一滴咁被實踐。所以我哋要繼續喺教育、社福、家庭同埋青年呢4個關注嘅範疇裏邊，尋找回應時代需要嘅方式，讓福音嘅光照亮具體嘅人同埋處境。喺教育同埋社會服務方面，教區持續關注生命嘅價值同埋人嘅尊嚴，透過頒布以耶穌基督嘅道路、真理、生命為核心嘅價值教育，我哋期望協助年輕嘅一代喺紛亂嘅價值觀之中找到方向。同時，教區亦都特別關懷長者同埋貧病弱小者，
努力喺陪伴同埋照顧之中，讓佢哋感受到被尊重同埋被珍惜，認知自己從未被遺忘過。喺家庭、教會團體同埋青年牧民方面，我哋繼續支持家庭喺信仰同埋愛之中成長，陪伴青年喺不確定嘅時代之中分辨方向，建立希望。家庭係信仰嘅起點，而青年則係承載住未來。當我哋即將迎向澳門教區成立450週年嘅重要嘅時刻，這不僅是一段歷史嘅回顧，更是係一份充滿感恩同埋喜樂嘅見證，見證天主喺世代流傳中嘅看顧同埋引領。承繼住呢份嘅恩典，我哋蒙召喺不同時代之間傳遞信德、望德同埋愛德，使福音嘅喜樂得以普世傳頌。喺個聖誕嘅時節，讓我哋再次走近馬槽，默想嗰位降生成人嘅救主。讓我哋把個人、家庭以及團體嘅行徑交託於上主，信賴佢嘅帶領。亦都願基督嘅平安臨於受苦嘅人，堅固軟弱嘅心靈。願聖誕嘅希望照亮我哋嘅道路，引領我哋喺天主嘅愛內克服困難同埋試煉，懷着感恩繼續前行。願主耶穌基督降生嘅恩寵為你哋帶來平安同埋希望。